来，19號，現在叫到號再點，現在不用點。對，現在在做7號，然後才7號啊？對，才7號，人比較多哎。轉一圈再過來。轉2圈。轉3圈以上。睇住啊啦，成間貼裝嗰啲唔好喺度放心，我溫柔啲嘅。橙絲2杯，嚟2杯天台橙絲，又天台，多謝。哎呦，哇！你自己行過嚟嘅？喂，你自己2杯凍拿鐵，好。喂，大家見住佢自己行過嚟啊，係咪啊？我關到啦，我關要攞杯啦，咪。使唔使打包啊？我個杯要打包。桃子嗰杯使唔使打包啊？唔使，好多謝。你杯要唔要打包啊？做咩嘅 Hello， 攞杯啊？攞唔攞號？我喺我嗰度加咗啦。2杯拿鐵係咪？2杯凍拿鐵，杯係咩色？杯係咩色？有咩色3隻色都喺度。你拍咗咩色？我要白色。你拍咗未㗎？拍咗啦！你琴日都拍咗俾我哋做乜啫？咁我冇睇訂單啊嘛。我要全部。下次會唔會整到隻色出嚟？椰卡，是不是嘛？多謝多謝，喜提新杯，多謝呱呱，多謝呱呱。Hello， 早晨，20，多謝。我同你唔講啊！落單要啊，要拍單啊，係啊，1分錢嘅，係啊，要嚟做呢個記錄啊。10級之後，我會統一踢㗎。2杯凍拿鐵。佢太低啊！Hello， 早晨，21號，多謝，好啊好啊。幾號？8號，22。係咪分開打包啊？好啊好啊。你換翻呢個，開心嘅啫。點解啊？邊度有？真係甩啩？啊？冇咁無聊啊！邊度有車位咪去邊度咯？咁下次會唔會出其他新顏色？
喺度溝通緊。啊，諗下先，拜拜，拜拜。快啲慢慢係啊。有我先七級。7級係咪？溝通完可能會有分析咧，會唔會？我哋日日聽幾多聽咩特惠叫我哋睇啊？咩特惠啊？見到有雞蛋餸即刻嗌我哋過嚟。雞蛋餸。我都未炒。我有一支3級，人哋7級，你應該溝通完嚟，我應該可以攞其他嗌。我7加3等於10啦，可唔可以攞隻杯？7加3等於10。冇錯。如果咁計講，我咪成20幾級啊！我4個會唔會3級啊？嗱，我8級啦。嗱，係啊，我第4個號已經出咗嚟，掛咗3級。我大4個號叫瓜瓜4.0啊！瓜瓜4.0。現場好熱鬧，係啊係啊。你中意啊？4級樓就係歡迎大家，歡迎大家嚟到拉拿咖啡啊！好開心啊！好，2杯超級拿鐵。冇啊，到時轉翻俾你。好差錢的價，收2件2大。我日日都唔開心添，飲唔到啊！多謝，飲唔到唔開心唔好啦，嗱，多謝。7區喎，好，多謝晒，恭喜，多謝支持，快啲清天都嚟9號喺咪度啊？9號唔係，10號。小冰拿鐵同埋小冰鴛鴦。小冰拿鐵、小冰鴛鴦，好。現場做緊10號啊！小冰拿鐵、小冰鴛鴦 ，Let's go， 拜拜。你幾號啊？我冇攞號啊，攞個號先，嚟。而家做緊10號。而家做緊10號。係啦，現場人多。等唔等啊？現場喺度等嘅唔係好多。以為現場冇幾多人。等啦，今日趕時間。好啊，多謝。称重有必要嗎？非常必要呀。定量配比，標準出杯，很重要呀。
超級拿鐵。嚟招牌鴛鴦拿鐵，可以喝散咯。紙袋反牆，紙袋應該唔反牆，係啊，用保溫袋咯。啦嗱一份工，要多謝你個靚女同事嘅靚女閨蜜啦。係咪一齊裝啊？係咪一齊裝啊？好。超級拿鐵、鴛鴦拿鐵嚟咯！Hello， 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嚟，要乜嘢？2杯生椰。好，2杯生椰。過咗河。未，啱啱好。11號要乜嘢？2杯葡萄。稍等啊，前面有個11號啊。前面有個11號，稍等。我去到赤光嗰啊。唔係啊，佢喺度啊，啱啱喺度。好多謝。微信收款24元。收到。2杯葡萄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好。還未到，稍等啊！嗚嗚。